仔日咱中欢喜邀请到我的学兄啦、学长，尚宝医师吼，伊是即马伫中山医学大学做医学人文科的主任，嘛是家医科的医师。正前阮应该是旧年底伫台大中医有一场活动当中拄着的。我嘛真佩服，就是尚宝医师伫即方面啊，家医科啊，医学人文即方面，其实是甲医学教育啦，真骨力咧拍拼。咱今日主题就是咧讲，安怎教出一个正向思考的啥物？少年人，少年人。哦，正向思考的少年人。好，后壁时间咱就交互黄医师。好 ，OK，多谢咱欣家的说明甲介绍吼。我今日真欢喜会当甲大家做伙。实际上，我这2礼拜大家有看到我的目睭吼。我讲即马是迄落啥叫做万能的眼影，逐工拢有无共的色水。因为吼，这纯粹是提醒咱大家吼，骑车、骑铁马拢爱细腻。我这是2礼拜进前吼，伫台中市骑迄有电动补助的 U bike， 结果咧伫台中路中头前跋倒，家己摔的。摔了即边有骨折，吼骨骨折安怎讲？反正就骨头就断去啊，会对，当讲骨折啦，骨头折去，骨头断去。会对，吼反正骨头就断去啊，吼目睭即边吼，就是因为即边有出血嘛，吼即边有天几落针，所以即边有乌青凝血。所以反正即摆无代志，所以我即摆病院内底吼，就是病院有休困，休2礼拜，下晝吼共款若是有课的时阵，我共款去中山医学大学去教册，吼，所以我即摆我住伫彰化市。对，所以我先简单家己介绍一下吼，我家己，我细汉的时阵吼，6岁进前，我今仔日拢无迄落，拢无 slide 哦，拢无 PowerPoint，因为我本来想讲要做，过来办单，想讲即摆手无方便，过来想讲我较早甲阿公阿嬷咧开讲的时阵，也无咧用讲译哦，所以袂要紧啦，咱就轻松讲诶。毋过就因为安尼，所以吼，等下因为即个主题，我想讲，其实咱大家拢有一寡，毋管是咱家己有共款的经验，还是讲有无共款的意见，我希望讲，我可能20-30分钟讲了，大家若有啥物意见，大家会当做伙来分享，我嘛足欢喜，想要有机会熟悉大家，因为因为恁拢都是伫婚姻嘛，因为这嘛是甲我感觉今仔日兴甲大家找即场我非常欢喜，因为我甲婚姻嘛有诚深的缘分，因为我较早读册时阵嘛是伫台大嘛，大家知影若是讲咱若伫台大的时阵吼，迄实习医生的时阵会当有机会来婚姻。因为阮爸母住伫台中，阿嬷也住伫鹿港，所以迄个时阵吼，主要是啥物内科、外科、搁理科，搁妇产科，咱会当拢甲当1个月去婚姻。所以我一年吼，迄年实习医生的时阵，我去婚姻4个月。过来咧，过来是迄做住院医师的时阵，因为我是伫台大的家医科做住院医师，我每一年为R1到R4，每一年拢爱来婚姻1个月，所以我是安尼为台大训练以后，我就转去彰化街道甲病院去做安眠科的主治医生，所以才会走伫隔壁安尼，才会住伫彰化市，所以我要讲的吼，就为咱这主题开始，就是讲，咱我会记我一个人，我甲诚欣赏，就是 查理芒格，迄是迄个巴菲特的好朋友啊。伊一本册吼，册名我袂记啊。毋过伊内底吼讲，咱会当用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假使讲，咱的题目是安怎教出正常思考的少年人？安尼咱反过来讲。无正常思考的人有啥物款的特色咧？第一吼，我认为讲足惊家己做毋着代志。过来吼，因为我咧讲的是讲，因为我发现讲，我有足侪医学生，你嘛知影吼，迄会当读册遐尼敖，考调医学系的人拢诚敖，拢诚巧。
毋过咧内底有一阵人，我有发现讲，伊会当考调医学系是细汉的时阵吼，伊的父母互伊足高压、足强的教育。毋过伊着变做有一个特色，第一就是我讲的讲，伊足惊做毋着代志。啥物代志吼，拢习惯爱有一个标准的答案。咱若要问伊啥吼，伊会惊讲伊讲毋对，较毋敢讲。过来就是讲，足爱甲人去比较，因为伊较早为国校、国中、高中的时阵，拢是迄款成绩上好的嘛，所以伊若是就是咧读医学系，伊嘛就希望讲老师会当互伊讲哇，讲伊真好，还是讲有真好的成绩。万不离伊的成绩毋是伫因迄班较好诶，因就会较无自信。所以我有看出讲，咱有内底有一群人，就是咱外口诶人咧看伊，会感觉讲因非常诶厉害。毋过因家己咧看家己诶时阵，若像永远感觉家己也无够。我有一摆，我咧甲我诶医学生吼，迄一年诶，我问讲，伊是哪有即个想法？伊讲我嘛毋知影。我讲，搁继续想看觅诶，到底有啥物原因？你是安怎永远感觉家己无够？伊就想讲若像阮爸伫我国中、高中诶时阵吼，我可能考全校第2名、第3名，伊就会讲，你莫煞是安尼家己真好，伊就是考到迄全校第3名进前，伊爸母拢会讲，你安尼无够，你这装卡学校，考这内底吼，这无算啥，你世间比你厉害人太济咧，你爱搁拍拼。所以我咧想吼，即款为细汉诶话内底，变做伊无共款时间诶人生内底，迄个声会一直走出来，互伊感觉讲家己也无够。甚至我伫咱医学院吼，而且我伫中山嘛，一寡教授伊已经是足大尾诶教授，非常重要诶教授。毋过伊调番说甲我讲，新爸，我甲你讲。咱莫想讲，咱即马咱中山安怎着真敖啊！我甲你讲，其他诶医学院进步足济，你阁无较拼咧到时比袂着别人。你知我目睭当场无法度翻白眼，心内足痛苦诶。毋过即想要来翻白眼呢，我心内着想讲，咱一枝草一点路，咱是安怎爱甲别人比较？代是代。阳明是阳明，升台是升台，北医高医，逐家拢有家己诶资源，毋过逐家嘛有拢有家己诶限制，咱家己家己该做诶代志做了好，你无代无志，一直要看别人创啥咧？毋过即款话我袂当甲伊讲，我只有法度讲，这是一个缺乏自信诶人才会讲诶话，咱莫听伊诶，所以我咧看，所以这是一个我基本因为我着为医学系诶时阵搁到毋管伫中基，不管伫中山，我拄过足侪无共款诶医学系毕业诶学生，算诶我拄过诶医学生定甲因爱开讲嘛，拢甲因开讲，上尾拄过，我看可能诚清诶有哦，所以我会去想讲，逐家拢无共款诶，有一寡人你会感觉讲，伊虽然讲迄成绩普通，嘛毋是上巧诶，毋过伊诚有自信。若拄着家己袂晓诶，伊袂讲，我若遐卡梢，伊会定定想讲，袂要紧，老师你甲我讲，我安怎改进？我希望讲我会当继续进步。所以咱即款正向思考诶心态会互即款诶人愈来愈好。嘛较袂讲拄着困难诶代志，伊着丢弃，伊着毋敢继续。所以我认为讲，我用即款诶想法咧教育咱家己，毋管是我家己厝里诶囡仔，阁有教我诶医学生，所以这是我要讲即场诶主要诶原因。过来要讲无正常诶少年人是安怎教出来诶咧？是安怎啥物款诶家庭环境会教出即款诶囡仔？第一，我认为讲，咱互囡仔一个较悬诶期待是会使诶，毋过迄个期待莫伤超过，因为即款诶囡仔定定就是高期待，毋过高压力。像拄则讲诶，伊会互家己诶父母互因制约掉诶啦，永远拢感觉讲，伊会感觉家己无价值，还是讲拢一直爱符合父母诶期待，伊会惊讲若有一届
我做到互人失望。迄个伊的爸母也是伊的老师吼，对伊有一个迄款眼神，囡仔对即项是足敏感的。迄款我对你足失望的迄款眼神吼，哦，这会杀人的呢。伊会感觉讲，原来我的价值是我爱继续做到你认可的即个程度，我才是有价值的人。啊无我就是无价值的。我认为这对囡仔来讲是真有伤害的代志。啊，毋过这讲起来呢，这颠倒是咱家己的心态的问题。啥物问题？我认为吼，其实咱每一个人拢会吓惊，拢会惊吓，惊吓啥？像讲人做爸母的时阵，咱就会惊讲，咱的囡仔若是后摆安怎安怎，啊若无法度趁食要安怎？啊是讲感觉讲，咱的囡仔若是会读册无够，程度无够，后盖去互人比落去。毋管是咱家己的面子挂袂牢，还是惊讲吼因后摆生活较辛苦，所以咱一直要希望讲，伊要伫头前人生的头前，着爱真拍拼。啊，毋过我感觉人吼，若像一个弹簧共款嘛，迄个弹性疲乏。伊若是伫迄少年的时阵，伊一直互咱咧缀调调。啊，其实迄个伊到大学的时阵，伊就无气力啦。伊就发现讲，足侪人去到大学的时阵吼，拢无想要读册。啊，因为啥怎？啊是讲高中的时阵啊，因为感觉家己自由啊。我甚至拄过吼，迄款读到医学系毕业的时阵，伊就讲我要做医生啊。吼，我已经当初我要读物理，我要读电机，我爸母要互我读，因硬逼我去读医学系。啊，即马恁要爱的，我甲恁做到啊。好，安尼我要去做我的代志啊。啊，迄个时阵嘛是讲袂听的。所以我认为讲，其实咱爸母拢会一个会恐惧啦，会烦恼啦。啊，毋过迄个烦恼、迄个恐惧，反正传互咱家己的囡仔，变做一个当然啊，咱家己拢无正向啊，咱的囡仔当然会变做一个无正向，永远感觉家己程度无够的囡仔人。好，啊，过来要讲简单讲一个我家己的故事吼。其实，我的台语吼，若拄着较文雅的迄词，我着较讲袂出来，是因为讲我讲的台语拢是细汉囡仔讲的台语。因为我伫国校进前吼，因为我是鹿港人，鹿港的福兴乡，啊，我的爸爸甲妈妈吼，因两个因为上班的关系，一个伫中华秀水高工咧教书，啊，一个吼伫丰原，伫阮外公的工厂咧上班，所以因住伫台中市，所以伫要读国校进前，我伫鹿港就互甲阿公阿嬷困做伙，互因带。吼，啊，阮是一个大家庭啦，啊，我是内底的大孙，所以细汉的时阵吼，我有发现吼，阮阿嬷对我真正是溺爱。我要创啥拢会使。啊，所以嘛，因为安尼，我感觉讲我的阿姑啦、阿叔啦，伊拢对我诚好。所以吼，我其实我定定咧想讲，我是安怎是一个足有信心的人，可能嘛甲迄细汉的经验有关系。啊，所以颠倒讲起来，我6岁进前，我完全无去读册。嘛，啊，我的朋友就是迄厝邻遐堂弟堂妹。啊，毋过伫即款的环境咧，我其实细汉的时阵，拢伫迄厝邻大埕吼咧耍，吼，啊，佫有咧咱厝邻佫有饲鸭米仔啦、饲鸡啊，吼，所以是一个诚天然的环境。啊，毋过过来到国校的时阵，我因为迄个时阵我爸母拢爱上班，啊，国校我一二年级的时阵有一个老师吼，我还佫会记叫廖主理老师。因为我无法度伤早转去厝邻，啊，毋过老师拢带我带伫身躯边，我下晡吼拢伫迄教室，啊，老师会家己叫我背99乘法表啦，吼，啊是替伊迄擦窗户做一寡代志，所以我感觉讲迄细汉的时阵，啊，我有一摆吼，迄细汉的时阵，拄去国校的时阵，我可能巴肚疼，我毋敢甲老师讲，啊，结果吼。我毋敢甲老师讲，老师我巴肚疼，要去便所，我想讲咧上课，我就一直禁，上后咧我落屎落伫我的裤面顶，啊，结果吼啊着臭啊，逐个着发现啊，啊，结果吼我的老师伊着伫外口吼，伫走廊着用一盆水替我洗尻川，啊，同学吼拢伫咧看，伊叫
同学袂当看，袂当笑。迄个时阵我即个印象我到即摆也会记哩吼。所以我认为讲好诶老师，也是讲一个家庭吼，互囡仔一个安全感，这是介重要诶时阵诶代志。啊嘛，因为讲国校诶时阵拄着好老师吼，我国校诶时阵，我诶成绩一直拢袂歹，到高中诶时阵嘛是。啊，毋过吼到高中诶时阵，我是读迄台中一中嘛，就较普通。我普通到安怎？我数学吼到高中我读大学联考诶时阵，我数学只有考25分，所以我就考掉迄北医诶药学啊。其实迄个时阵我对家己较无信心，我感觉讲家己是考无好，数学是安怎考了只有25分，啥物期考啦甲医科拢考袂牢。我迄个时阵其实对家己足失望诶。毋过我运气好诶是所在是吼是。其实我诶爸母拢无咧管我诶成绩，因为我诶成绩是超过因诶期待诶，所以我考调药学诶时阵吼，阮爸只有问过一届，讲你敢有要重考无？讲无，我读袂落啊。过来阮阿公嘛只有问过一届，你敢有想要重考？我讲歹势，我即仔无心情，所以伊嘛无当我勉强。所以我等到，所以我去北医药学吼，我算甲足欢喜诶。迄4年吼，啥物社团啊啥拢算。我着家己做，啥物册拢读。我定定吼北医迄边诶课吼放落，无去读册，翘课。毋过我就骑铁马走去台湾台大，足近诶啦，骑铁马十几分钟仔尔。我拢骑去台大内底吼，去凊彩听课，看着啥物课，若像介趣味，我就入去旁听。搁伫迄个时阵吼，迄旧总图，信遮可能知影吼，你迄时阵可能着无你个着新总图啊。所以我迄时阵吼，也未台大也有旧总图，我拢入去内底读册。所以迄个时阵，我感觉我就是一个诚自然的环境去成长。过来吼，等到是北医毕业了，我去做兵。我其实迄个时阵，我家己决定讲，我想要做一个医生。所以我是咧做兵的时阵吼，我才过去捡迄高中的册来读，家己去考调医科的。所以吼，我过来我家己咧做，因为医生是我家己大汉了后决定要读的，嘛无人甲我逼。所以吼，过来拄着任何的代志，我袂去怨叹讲是安怎人要叫我读做医生，我拢会想讲你家己要做的啊，为虾米理由咧无欢喜？所以吼，我感觉我人生会当过了诚快乐，做医生做了真欢喜，甚至即摆要教医学生，我要答咱医学其实是足趣味、足欢喜的心情传互这医学生，其实甲我安尼较早吼，会当诚自由放任去做我想要做的代志，这有关系。佫有一个重要诶代志，就是吼，阮小弟啦，阮小弟吼，因为阮兜着2个，我甲阮弟弟，阮弟弟吼，伊读册较无熬，定定吼，迄细汉诶时阵吼，伊高中诶时阵可能打工嘛，打工了后吼，伊着倒伫迄碰椅着困去啊。半暝诶时阵吼，阮妈妈佫逐个念耳仔，我着感觉讲即其实无公平，伊吼伊家己趁钱，读迄夜间部。家己趁钱，反正吼，阮爸母对伊诶对待，甲我是小可无共诶。所以伊大汉诶时阵，伊也是变做足成功诶大人。伊即马做房屋中介，迄趁诶钱吼，歹势比医生抑佫济啦。甚至吼，因阿兄某即马若有法度吼，较无欠钱用，爱感谢阮小弟，因为伊会找我做伙买厝，互我即部分嘛，佫趁着一寡钱。所以我着咧想，若是阮伊几年前吧，你看伊拢40岁查甫人啊，讲着细汉诶时阵，伊伫厝里一寡代志，甚至安尼讲甲目屎直直流。所以这对我诶影响，就是我是厝里较运气好诶人。毋过我希望讲，互搁较侪人知影讲，咱每一个囡仔吼，其实拢有伊诚好诶所在。毋过咱莫因为讲伊毋管是成绩还是啥物部分，去互伊无共款诶一个待遇。好，过来上后讲着上后，咱过来讲回到咱诶主题吼，咱头前咱咧说明讲，啥物款是咱有正向思考诶少年人，啥物是无诶。好，过来咱要讲，我为医学教育，搁咱家己教囡仔来讲，爱安怎去教正向思考诶少年人。
那第一是医学生的部分吼，因为较早的时阵吼，咱嘛知影较早一寡有诶老教授就会一直讲啊，哦，安怎才是有医德啊，吼，较早吼恁老师安怎诶时阵拢是安怎，恁即摆少年拢安怎安怎，啊，毋过吼，咱嘛知影，咱少年人吼，恁若是拢一直咧说教，咱迄耳仔就会少年人耳仔就会关起来，就无要甲你听咯。啊，我认为讲，其实咱即马做现代诶训练，颠倒是爱互伊一个安怎讲？咱爱很明确，咱才互清楚，互伊知影讲，咱清楚诶目标是啥。咱假使讲来讲好啊，今仔日我若希望讲，伊学生会当搁较认真读册，我袂当讲你拢无认真读册，较早我拢读到几点，安尼就袂使。我爱讲，我甲恁讲，明仔载吼，恁试看觅，用1分钟，甲你家己照顾诶病人吼，迄病史，你用1分钟诚清楚讲互我听，吼。啊，每一个讲了，我拢笑笑，袂歹，好。啊来，第二个换你讲，你诶优点是啥？缺点我反正拢无讲，因家己拢知影，因为我若是手头4、5个医学生，相报了好，相报了无好，其实因家己拢知影。我讲大家拢真好，咱今仔日听着吼，相报了足厉害诶，咱会当来学习。明仔载大家各一人报一届，你就发现讲，咱不断的重复。礼拜二、礼拜三、拜四、拜五，一工一工，其实大家拢会一直在进步，大家拢诚巧。过来吼，我阁有第二招，我定定会讲一寡，你较说，因为我伫安宁病房嘛，然后定定爱教一寡止疼，例如讲啥物毛费安怎使用啦，神经疼爱安怎处理，我过来吼，颠倒甲迄讲义做好。互因互相教学，我就会安尼讲，恁家己这礼拜爱家己上课哦。拜五的时阵，我会考试，看你是毋是真正会晓。过来就是像讲，我会逐日一开始我就逐日讲一个目标。恁即摆安宁2礼拜吼，上后咱有一个 mini CES，mini CES 就是讲老师伫边看你家己甲别人吼。安怎去问伊诶病史，安怎去做身体诶检查，我就甲恁讲，2礼拜以后吼，咱上后一工诶时阵，我会陪恁去巡房。我伫迄工吼，我会较少讲话，主要是你问病人，你甲病人关心，需要诶时阵你来做身体检查，你诶分数就是你甲你诶病人有熟无？你诶手法有流利无？你问病人诶问法，是毋是真正有问清楚，有问着病人诶问题？过来，我会去感受讲病人对你有信任无？你安尼我就知影你即个医学生到底照顾病人照顾了有好无？所以我互伊一个非常清楚诶目标，我安怎拍分数，因家己着为即个去进步。而且吼，因同才家己本身着会讲互相去参考，互相去帮忙。所以毋过当然啦，我认为讲要互医学生吼一个知影讲，咱老师真在乎恁诶学习。我認為我有一個撇步，第一，我攏每一天吼，我攏會為迄美國迄亞馬遜 Amazon.com， 我會訂一寡庫存冊，閣會送因啥物筆燈啊，跩醫學誒物件，我每一天我攏會送因物件，因會頭捌寫多寫，我講免寫多寫，即個物件你愛摕來用佇病人身軀，對病人有幫助，對你有幫助，這就是真正頭仔說多寫。過來每一天吼，我攏會請因食飯，也是反正無時間請因啉咖啡。我感覺講，其實咱對咱的學生會當有要求，毋過另外一方面，咱也愛互伊知影講，其實咱是關心伊的，所以咱咱若是只有互伊要求。毋過無互伊感受到你的關心，伊就會感覺講你只是來要求爾。咱若是只有互伊關心，無互伊要求，安尼就變一款溺愛啊。所以我認為一款平衡就是你互伊感覺講，我在意恁變做一個好醫生。毋過咧，我嘛關心恁作為人的需要。
我认为安尼就会较平衡。所以这几工就是我虽然我着伤，毋过我三不五时，若是顶去学校上课的时阵，我也是会去病房，甲医学生讲话，问讲啊，你这2工学着啥物物件？吼，啊，我后日搁入来的时阵会搁甲恁问哦。好，啊，上尾咱讲着囡仔的部分，我家己有3个囡仔，即马读国中1年，啊，国校4年，啊，搁2年。啊，我上有印象是有一摆吼，其实我的囡仔吼，因为可能是读咱中华即边的公立的学校，因为是市区啦，毋过是公立的学校嘛，嘛毋是迄款上济人要拼的学校，因为阮太太是做校护，所以我的囡仔就直接读伊的学校。所以可能迄边竞争较无激烈，嘛有可能吼，细汉的时阵我拢会订足侪册互因看。当然可能我爸爸的头壳嘛袂歹，所以因的成绩其实拢袂歹啦，拢是有伫头前10名。毋过有一摆吼，我的大查某囝吼考无好，考到外口10名，10名以外，我着笑足认真，甲伊讲：咪仔，我甲你讲哦，你考得第10名莫伤心，我甲你讲，你就是考着上后1名，爸爸也是爱你哦。我当然我是安尼即讲耍笑诶，伊就讲爸爸你足烦诶呢，你甲我讲，我才袂考了上下1名。我讲毋过我认真诶啊，我只是甲你讲，你诶价值毋是伫你考第几名，是你是一个好囡仔，咱有若去考掉迄啥物10几名，莫伤心。结果伊过顶届就考了真好，所以我感觉真趣味啦。毋过我认为讲，当然咱着爱讲会到，爱做会到。像伊即马国中嘛，国中诶时阵吼，伊凡说啥物历史啊，啥物生物啊，考了无好，我嘛只好笑讲，爱读一个呢，你一个爱读3点钟哦，无你读无3点，我只好带你送去补习，反正着爱刺激一下，毋过我感觉上重要诶是，甲因为我有当去台大读迄研究所，读迄医学教育，内底我有读着一个康德诶伦理，德国诶 Immanuel Kant， 康德诶伦理，我有一句话我诚欣赏，人是目的，毋是手段，人是目的，毋是手段，就是讲今仔日咱对咱诶，例如说咱伫病院对咱诶护理，咱诶团队，咱搁有咱诶囡仔吼，因本身就是有价值诶，咱诶囡仔，伊本身就是有价值诶，伊毋是为着要互阮较有面子诶一个手段，所以毋管安怎，迄个上基本诶尊重。我认为迄是上重要诶代志。那凡说，咱若是对囡仔较有一个压力吼，我认为是咱即辈吼爱有创意。咱以为只有读册好，才是一个成功诶手段。安尼其实就是因为咱家己诶限制，缺乏创意，去限制咱少年诶路。所以我认为讲，其实上歹管诶毋是囡仔，上歹管诶是咱家己诶头壳甲家己诶心。凡说是因为咱会惊吓，咱会烦恼，才去做迄个限制。所以我认为其实去陪囡仔是介重要诶代志。像我为细汉吼，我家己爱游水嘛，囡仔细汉开始，我拢会带因去做伙去游泳。所以3个囡仔拢诚会游泳。过来就是我若出国开会诶时阵吼，我拢一概带一个，尤其去欧洲开会诶时阵，我会3个拢互我带出国，陪我伫开会诶会场吼，伫内底咧做伙学习。我认为这囡仔吼，无共款诶囡仔，拢会伫凡说无共款诶时间，互你带出带入。这是一个囡仔会感觉家己真有价值诶所在。着甲我家己细汉伫鹿港诶时阵吼，阮阿公若去鹿港诶时阵吼，拢会甲我安尼带出去。我诶阿姑阿姐嘛，定定甲我带出去。我认为这拢是诚快乐诶回忆。我认为这本身就是一个正向诶教养，互囡仔感觉家己是诚有价值诶一个人。这可能对伊诶一生来讲，可能比短时间诶一寡成绩啦，还是别项搁较重要。
好，以上是我的分享。大家会当来分享家己的故事，还是讲有啥物感觉讲要吐槽的所在，欢迎咱来个做伙来讨论，谢谢。真多谢这段最重要的分享。我嘛是感觉就是正向思考啦，还是讲正向的教育，真正是最重要的，而且会当影响人的一生啦。我感觉我家己细汉时嘛是伫一个正向教育的家庭大汉的，所以应该讲即摆感觉起来，细汉时的记忆拢是大部分拢是真好的记忆。袂讲想着啥物，伊较袂讲因为像讲你考试的成绩较无好势，所以就互人处罚啊，还是讲啥物毋对一题就拍一下即种代志，其实拢无发生过啦。所以其实我家己咧教，即摆咧教我两个囡仔的时阵，我嘛是有即种信念，就是感觉爱互因一种正向的观念，我家己的观念爱是较正向，伊的教育嘛是爱是正向的，尽量爱学了因做较好的代志，对因做毋对的代志，当然是嘛是爱讲，但是较袂用一种执法的迄种方式，莫定定甲因处罚，当然爱互伊知影讲伊倒位代志较做甲无遐尼好，还是倒位真正是袂当安尼做，毋过伊就是好好讲，但是莫用定定用歹听的话甲因吵甲因骂。我是对，这我嘛是真同意，嘛是安尼感觉。另外一个就是拄则就是兴宝学兄有讲着，你是鹿港人，毋过你讲的台语较无鹿港腔。对，我拢笑讲，这我讲，即个我是一个无鹿港腔的鹿港人，有可能是阮阿嬷，我毋知呢，阮阿嬷其实有鹿港腔，毋过可能吼，我过来高中，我台中，我7岁以后拢伫台中市，对。所以咱环境的关系吼，我伫外口讲台语的人拢无鹿港腔，所以我颠倒而且细汉时，阮阿嬷惊我危险，所以拢无互我伫鹿港吼走来走去，讲因为阮兜伫离迄街面吼，市区较远啊，我细汉嘛无法度家己行，对，有即个关系。毋过阮太太有讲吼，我伫台我学过一个叫做社会语言学 （social linguistic），迄诚趣味哦。伊内底有讲着讲。毋过，像我甲阮太太着讲，我甲阮阿嬷讲话的时阵，我的鹿港腔就会走出来，所以这就是讲社会的环境，咱的迄腔口吼，其实迄有影响安尼。这有影是安尼，我嘛听过真济，是种像台语家庭因可能有台湾虽然讲台语有一个普通腔毋过无共款人，伊也是有家己的腔口，像讲较悬的、较尖的，各有台北腔高雄腔拢无共款。有诶处理囡仔伊会对像讲对阿爸甲阿母伊讲话的时阵，就会是无共款的腔，因为因可能爸爸是高雄人，伊就是高雄腔妈妈是台北人，就台北腔，囡仔咧讲话的时阵也家己转换变做无共款腔口，这嘛就厉害。线上大家敢有人要迄落分享？大家拢想避暑是哦，我说是讲，咱这是若像一个台语 club，大家会当讲话，毋是安尼吗？对，应该是爱安尼啦。其实毋过我即摆尽量就是咧感觉讲台语无信心，毋过其实我以前嘛是安尼我嘛是经过足久的时间，慢慢甲台语捡转来的其实有一段时间可能讲话嘛是调，无啥正确，对，会互人笑毋过就是加讲就有信心嘛。
其实我即点啦，我嘛是咧教我囡仔鼓励，你可能这嘛是一种文化的差别，就是西方人，西方人因的教育，当然这西方东方，嘛袂当讲倒一边的是较，一定是较对，啊，毋过就是西方教育通常是较会甲你鼓励，毋管你做甲偌好，就讲你是种运动比赛。毋管你是走第一名，还是讲上尾名，伊拢会甲你讲啊，你做得足好诶，你诶表现是足好诶，啊可能就有人较有兴趣讲啊，我会继续做落去，因为我感觉我有一个回应，这个回应就是讲我咧拍拼，我是有得到好处，这好处毋是讲真正得到啥物奖品，毋过对伊诶脑来讲，就是有人会甲伊学乐讲啊，你诶表现真好。啊，毋过伫东方，还是讲传统的即种教育方式，还是讲伫处理教育的方式，较会去做比较，就是种比较，就是人比人气死人，就是你比较种啊，伊第一名，你为虾米无第一名？你为虾米考甲遮尔歹？啊，但是这比较来比较去，其实大家材料拢无共款啊，有人可能即方面较高，啊，另外一方面可能就表现无遮尔好。啊，毋过你咧比较，可能就人就愈来愈无信心，伊就感觉讲啊，我迄种不如别人，伊就讲啊，反正我要安怎拍拼，我就是就是无法度，啊，所以就放弃，放弃，啊，所以你若无找着伊一个，伊若无机会表现出伊好诶一面嘛，无人甲伊学乐，无人甲伊欣赏。伊就愈来愈放弃，啊，表现就变做愈来愈歹。对。所以我拄则咧讲，不要紧，先生，你继续讲。对啦，无我就讲，所以即点应该是咱爱较甲西方诶即种观念去学诶一点，我感觉即点是啦，就是爱用鼓励来代替执法。对，无错。我会记我台语吼，我慢慢较捡倒来，颠倒是因为，当然较早去住院医师吼，然后去轮流去婚姻的时阵，就感觉足亲切的，因为咱伫迄婚姻病院吼，逐家迄护理站，我感觉介趣味呢，尤其吼，甲咱的同事吼，护理师啊啥伫迄护理站吼，定定都是台语甲英语交杂哦。即个neumonia病患者哦，安怎安怎哦，安怎安怎哦，我就感觉介趣味啊。毋过真正较济捡倒来吼，是因为我过来去中基嘛。啊，伫中基诶时阵吼，尤其我定定做一寡演讲，院内啊吼，也是甲迄病友会讲话吼，着搁较济爱用台语，因为毕竟咱伫台病院伫台北诶时阵，咧用着诶机会较少。啊，转来中部了后吼，我诶台语是真正定定咧讲迄落会较练转啦。啊，我迄时阵拄开始诶时阵，我只是反说咧讲一寡医病沟通吼，病院内底一寡对话。啊，为着迄爱有迄开口，因为像迄咱一个老师吼，黄胜坚，咱逐家若有机会当去 YouTube 看伊诶一寡影片，哦，伊嘛是用台语哦，伊用台语咧讲故事诶时阵，我较惊讲哦，就有魅力诶。所以我咧想，我迄个时阵就开始吼，伫安宁诶演讲内底会用一寡台语啊，所以其实即届我坦白讲，甚至你拄则到我讲诶时阵吼，我才真正差不多连线好吼，20-30分钟，我用迄个时间才把迄大纲真正写落来，想讲要安怎讲，所以我认为讲其实压力嘛无遐大，其实你就是硬个要讲，啊若真正拄着袂晓讲诶所在，其实啊着讲国语，还是讲英语啊、凊彩啦，袂要紧。我认为讲，莫勉强家己爱做到100%，啊着来试看觅，其实安尼就会使咯。啊，上尾一个我想要请问，咱学兄就是你诶3个囡仔，敢会晓讲台语？哦，即摆这就真正闹开诶，有一届吼，我因为我感觉迄上一开始介重要，因为我甲阮太太吼伫厝里较无咧讲台语，结果有一届咱伫车顶吼，啊，阮查某囝已经4-5岁啊吧，咱就讲后摆咱伫车顶要讲台语，结果吼差不多讲5分钟啊10分钟，阮查某囝就崩溃啊。
伊就是无法度适应讲啥啦，你一定要讲台语，所以因为讲有安尼一两届的事件吼，变做颠倒囡仔，我的囡仔即摆要讲台语的时阵，颠倒困难呢。对，安尼这三个即马三个拢是。会对。啊，毋过我即摆，毋过所以我认为讲，你逐摆讲问即句话，其实每一届拢是一个机会，因为像我伫中山医学系，我有开一个课是全英文的课程。啊，我一方面我嘛有咧想，后一届因为是全英文，毋过内底拢无外国学生嘛，拢是台湾人，也是迄所谓的侨生。我可能会有一两节，我要第一届做讲，好，咱即届即节咱讲台语就好。你若台语讲袂出来时阵，再搁着英语，还是国语拢袂要紧。第二项就是因为我的囡仔讲实在，颠倒英语讲了也袂歹。毋过我咧想后摆可能爱有一个奖励的制度，吼，会有一个台语时间，吼，啊你若迄个时间讲台语，有一寡奖励安尼，所以我认为，我分享2点啦，就是讲因为我嘛捌真济台语家庭，啊当然当然是自细汉因拄出世时阵开始讲，这当然是上好，因为因着知影即种语言，较袂讲较大汉了后，你讲一种较青分的语言，啊因着有反感的感觉，啊因听无就无想要你讲。啊有的人是讲上大汉迄个伊虽然讲伊较大汉啊，伊可能伫出世的时阵，迄阵也无即个想法，迄阵也袂晓讲。啊，毋过到第2也是第3个出世的时阵，较感觉着我应该爱开始讲台语，所以伊第3也是第2也是第3个伊有讲。啊，讲咧，当然这第2个、第3个囝因是会晓讲。啊，大汉迄个嘛，因为较细汉的有讲，啊，因着会开始豆豆有接触较济，啊，所以因着较豆豆会晓讲啊，这是另外一种。啊，另外一个我是咧想啦，就是讲像讲我细汉时，老实讲我无啥咧讲，我可能应该比你的台语就是足歹的啦。我细汉时个听你讲，我听可能7成8成听有别人咧讲啥，我大部分会听有。啊，毋过你叫我讲，我实在是讲袂认得。啊，后来是因为囡仔出世才改学，但是我为虾米爱开始讲，就是我会感觉着，我应该爱甲我的囡仔讲，我若是无甲伊讲，伊就袂晓讲，所以我才开始拍拼讲爱甲这台语讲转来。但毋过我会有即种想法，当然这是一种意识啦，就是我感觉讲，我为虾米爱讲，我爱了解，但是我感觉即种思考、即种想法，嘛会当互咱的囡仔知影。所以我即马我的囡仔一个5岁，一个3岁，我为伊差不多2、3岁就开始有机会的甲因咧开讲啦，开讲中就会讲着讲虽然因即马是讲台语，毋过我会继续甲因讲为虾米咱爱讲台语？因嘛会知影讲当然无啥人咧讲台语老师当然是会晓讲啦，毋过就是伊伫学校上课啥物拢无咧讲台语，因可能嘛会犹豫讲为虾米爱讲无当咧讲所以就爱互因知影讲。到底为虾米爱讲？可能咱的爸母、咱的阿公阿嬷以前拢是讲台语。如果你去问因，恁同学阿公阿嬷，绝对大部分拢是会晓讲台语的。为虾米咱即摆无咧讲？就是因为过去政府的虾米种的迄个关系，所以互咱即摆较无机会讲着台语。毋过咱以后就爱拍拼，互即种语言佮变做台湾有较侪人咧讲着，为咱家己做起。对，所以我感觉这个意识嘛是真重要，就是讲阮台湾人，咱爸母、咱阿公阿嬷是讲台语，所以咱嘛应该爱知影台语安怎讲，这种意识应该是介重要。而且我就自即马开始讲，你中国啥物代志，中国啥物代志，咱为啥物要跟中国共款？对，当然我嘛讲，你会晓讲华语，你会晓一种语言，这是真好的代志，这嘛无毋对。毋过咱的本、咱的根，就是台语，应该是爱晓讲。对，即马其实我顶届嘛有带囡仔去看过，像即马嘛有足侪人咧保存咧使用这台语，像有一个假脚托乐团，假脚托剧团，对，伊其实伊进前一寡迄有一寡
儿童剧，吼，伊伫是就是用台语安尼，吼一寡，伊嘛有出一寡绘本啊，吼之类的。我甚至嘛会找伊诶团主吼来中山演讲，讲伊想要做跩代志安尼。所以我嘛认为讲你讲诶，互我想着其实咱若是为细汉有即个缘分，会当其实台语是一个真文雅、古雅诶语言。我认为若是讲因为咱即辈band单，甚至过来着变做伊着失传啊，安尼是一个少拍算即无彩诶代志。所以确实，因为我即摆伫学校嘛，即个资源，我嘛希望讲后摆我要来开课，就是完全以台语为主诶，因为这可能比咱开一个讲台语诶沟通。语宾沟通搁较直接诶，就是讲咱上课诶迄媒介本身就是台语，毋啥是分享咱诶思考甲快乐，咱诶学习大家互相，因为像我有一个课就是我生命中上美好诶事物，咱就是咧着开互医学诶1年2年诶学生，因就是咧讨论讲我上欢喜诶代志，我生命中较大诶失败是啥？大家互相诶分享、分担，这样来讲，不要紧，分担对，反正就莫惊讲毋对就对啊，分担。所以我认为讲，我一直咧想，我一定要有一学期，我要开做台语诶，安尼较趣味。然后对，我就是你教台语，无遐尼大效果，但是你若是用台语做媒介来教课。用这是一个有路用咧使用诶语言，生活上诶语言是比直接教台语较有路用。是，无错。安尼，咱今日时间嘛差不多啊，今日真多谢杨宝医师来甲咱分享即个主题啊，我相信大家心内会有足侪家己诶思考啦，可能甲进前家己诶经验啊，还是讲即摆有囡仔咧教囡仔要安怎做，应该是有足侪回响诶，好，希望以后有机会咱会当搁来开讲。是。好，我期待就是希望我真欢喜，知影讲伫咱婚姻代代有即个社团。我期待就是若是后一届有机会过来诶时阵大家恁爱换恁加讲一寡话互我听拜托，安尼较趣味。OK，好，今日咱就讲到这OK，谢谢，多谢。再会，再会，拜拜。拜拜。